常年期1周3章數年撒慕爾記上3章1到10節，19到20節馬爾谷福音1章29到39節。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2026年1月14日，耶穌基督以前在初學院的時候，今天的讀經一常被用來做一個靈修輔導的教材。小撒慕爾要分辨是不是天主的聲音在召叫他的神思厄裡本身並不是一個最有聖德的人，慢慢體會到，也幫助撒慕爾體會到天主的聲音，最後使撒慕爾成為傳遞天主聲音的先知。天主常常通過別人幫助我們的，即使不是最好的人。當然，天主也希望通過我們去幫助別人，即便我們認為自己並不是最好的人。可能像西門的岳母，我們的心靈也是需要被醫治的人，受傷的人。但是我們被耶穌治好了，也應該像西門的岳母一樣起來服務耶穌和別人。如果今天我們想要跟小撒慕爾一樣想知道天主怎樣召叫我們的話，我們怎麼樣確定呢？我們如何做厄女呢？我想一個很確定的天主的聲音，是要我們像今天福音裡的主耶穌一樣，回答有需要的人。哪裡有需要，那裡就是天主要召叫我們去的地方。今天主耶穌在會堂裡宣講以後，應該累了，來到西門和安德的家，本來想休息一下，卻立刻又有一個需要他幫助的西門的岳母。之後又有合城的人把患病的和附魔的帶到他跟前。第二天凌晨天還很黑，耶穌想獨自祈禱，大家又都在找他幫忙。完了以後，他又要到別的地方去，因為他就是為服務大家而來的。那裡有需要，那裡就是天主父要他去的地方。基督徒是不能做袖手旁觀的人的。天主召叫我們，要求我們努力的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我們周遭有物質上、精神上需要幫助的人嗎？我們的世界是不是一個生病的世界？只要我們環視四周，我們應該像主耶穌一樣停不下來，想主，請發言，你的僕人在此傾聽。